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2月8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面上有一寡非法的机上鸭，用免费收看国内外电影甲戏剧来吸引消费者，但是这已经是涉嫌违反著作权等行为。刑事警察局接到报案，第一波已经伫中北部逮捕嫌犯，查到9台主机甲778台非法的机上鸭。预估被侵权的价值超过10亿。不管新闻台还是运动频道，只要轻松点选就当收看。这里是市面上强调，只要开3000到5000不等，就当免费看到国内外节目鸭。犯罪集团动脑筋，透过假设机房破解电视台信号，搁再传到非法的机上鸭。对此，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日前伫中北部锁定嫌犯，查到预估超过10亿侵害著作权的犯罪证据。基本上，这些机上盒的讯号来源都是由合法的国内讯号业者，包含我们的媒体业者所做的云端的 OTT 的服务，透过在台中跟新北2个机房破解它的讯号，直接传到机上盒，由民众来收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机上盒全部都是盗版的。APP 一个专网啊，引导民众啊做一个安装在机上盒的流程，那可以顺利来观看侵权的影片。那这次啊，一共查获了9名嫌犯。刑事局表示，这摆受害者主要是以国内电视台为主，所以嘛共同委任工会来提出告诉。伫接受报案以后，成立竞评专案来追查。警方表示，贩卖非法的机上鸭，或是偷偷假设机房，拢涉嫌妨害电脑使用罪、违反著作权法等罪嫌。目前正规划后一波的搜查行动。台新闻综合采访报道。海巡署警方分署台南查缉队接到情资，有走私集团准备伫春节进前走私一批粉，所以就会动刑事警察大队、台南市政府、甲台南高雄的警察局等单位，成立专案小组。结果伫健康路查到一台货车，载着市价1300多万的薯粉要贩卖，专案依照违反混酒管理法移送法办。阁剩无2天就要过年啊！南部的走私集团想要伫春节期间大赚乌生钱，走私了19万7000多包，市价大约1300多万的粉品。专案小组经过数个月搜证，清查相关的车辆，最后锁定涉嫌重大的大货车。1月28日，跨单位专案小组伫台南市中华西路甲健康路口，将大货车拦查落来，成功封堵这批走私粉品，捞入市民。在我们接获情资之后，那会同那个台南市政府烟酒查缉小组，还有其他的专案同仁，那共同组成一个专案小组，在今年的1月28日凌晨，那我们在那个中华西路还有健康路口这边查获一台大货车，那它载运的私烟就是后面这边的私烟，总共有395箱又15条，那么市价大概约有1300多万元。为了感谢专案小组的辛劳，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来到现场颁发加菜金以及奖品，感谢各单位的通力合作。好，海巡署正站，站。台南查缉队正站，站。因为年节的因素，所以民生物资的走私可能会比较猖獗。那我们感谢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南查缉队的各位弟兄将士用命。那也感谢我们高雄市警方还有台南市警方的协力配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很快的查获、掌握情资，然后这个查获这个走私，那稳定市场，而且让民众可以过一个平安的好年。警方分署台南查缉队呼吁，走私粉品害人害己，尤其走私粉会影响国内市场经济。民众若是食到来路不明的粉，也有危害健康的疑虑。海巡署也将持续查扣不法，维护社会治安，确保个人健康安全。
台南新闻江硕维采访报道。因应疫情，得到中央认证500的传统市场东菜市率先推出年菜外送的服务。台南市政府希望大家唔免走到市场人客人，一通电话就当享受上届有古早味的年菜。咱特别甲这个小短腿以及咱的外送业者来服务会当互咱的外送的年菜，还是讲外送的服务政府甲大家补助，互大家会当较好做这个外送的服务。其中一来到东菜市，就前往公报社放送，要甲所有消费者报告传统市场嘛有推出外送年菜。当时伫建发局长甲议员陈丁、沈振东等人陪同，就是选择对台南历史上久的市场来示范上新的服务。会中市长行过每一个摊商，嘛关心市场防疫，以预祝新年恭喜。主题会会长表示，这个摊商老师傅以因上届热销欢迎的料理，由主题会来组成年菜，参照一道澎湃年菜，算算的4000块有走。因应疫情，第一档推出摊商参与意愿拢真悬。目前对这款的组合餐大家套餐意愿足悬。参与也足悬，因为阮是今年第一次办嘛，所以呢，今仔办了到大家感觉足实在，尤其是个订单个很多，所以呢，大家摊商感觉讲明年的参与感一定会更较悬。除了几道年菜，市场也推出拜祖先的5种特产组合，2项服务拢是只要一通电话来预定，就替你送到厝。加上政府为了防疫，让民众安心，年菜外送也补助运费，让市场大力推荐。东菜市是台南历史最悠久的菜市场，那我们在最悠久、最古老的市场来举办最新的服务，因为我们除了从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每一盒我们加工出口区的工业区的这个厂商跟我们菜市场的一些拜的服务之外，我们特别在过年期间媒合了这个我们外送业者，尤其在地的外送业者跟我们菜市场来做一个结合。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的年菜组合是相当经济实惠 ，CP 值最高的，一桌年菜加起来4000块有找。那外送的套餐加起来从组合1到组合5，加起来要2630块，连我们的家人也吃得到，我们的祖先也拜得到，所以是非常经济实惠。最重要的，你不用费心的一样一摊一摊的跑，只要打电话，用个手指打个电话，那2000块以上的免运费，2000块以下的只要39块的运费，这是经济又实惠又有防疫概念的。我们非常感谢传统市场我们的东菜市场我们的所有摊商朋友的合作，那可以让我们把这个年节外送年菜外送，还有许多婆婆妈妈喜欢买菜市场的服务的时候，它的外送可以做到最好，那也可以这个避免人潮拥挤、摩肩擦踵。疫情冲击，真侪人选择伫厝内用餐，而且伫厝卡电话就当响应传统市场老师傅年菜，莫互议员感觉大心。我觉得这个年菜外送真的是很棒，尤其现在疫情时代其实让大家不出门，然后就可以选购到又新鲜又好吃又便宜的这个市场的年菜。我觉得这个是市府的巧思那结合我们的市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市场的生意其实都有受到不管是疫情，还有现在的购物习惯都有受到影响。那现在有这个外送的这个商机加入之后呢，相信对市场的经济也是个大大的提升。那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多的选购。金管局表示，目前除了东菜市已经为消费者回赠13间公有市场，超过200间优质店家年菜拢提供外送优惠，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会国民党团上午召开记者会，认为春节7天的假期，伫台北市甲桃园市过年期间，路边停车拢免费。不过台南市却只有4天免钱，所以议员呼吁，希望市长比较其他6都7天免费，算是予市民的小确幸红包。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最近接到不少的民众反映，认为过去农历春节期间，
公部门歇几天，路边的停车就优惠几天免费。不过今年却缩短只优惠4天。伫东团书记长李中琴的号召，包括议员王家珍、蔡淑惠、柯志春、甲蔡玉辉等人上午就联合召开记者会，建议市长比照台北甲桃园7天的春节路边停车免费。桃园市他们都停了7天，那新北的部分他们是针对一些商圈，他们有收费，但是其余的部分是全部不收吼。那在我们今天国民党团，我们强烈要求我们黄伟哲市长要7天连假完全不收费啦吼，因为相信说，目前台北的疫情这么的严重，相信我们台南很多的乡亲好朋友会留在我们台南好过这个春节。那也希望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台南人一点小确幸啊吼？可以7天都不收费，这样对我们也是一个拿到市长的一个小红包。黄伟哲市长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大家都知道他虽然掌握了很大的一个财政，但是他还是以勤俭持家来维持整个市政的那个财政的运作。但是我们要呼吁黄市长这个不收路边停车费是给市民一个直接的一个福利，而不用花到市政府任何的钱。所以这样的一个福利，我觉得黄伟哲市长应该要在这个年关大家景气非常不好的一个状况下，希望说黄伟哲市长能够从善如流，把这样的一个小福利留给我们所有台南市的市民。咱7天莫收钱，甚至较长生活，等于鼓励较侪人倒来咱的台南市，来倒来住，倒来消费。我想，实际上咱收的绝对会超过这7天咱路边停车的钱。我也是建议，国民党强烈建议咱市政府，莫计较小利，爱计较这个大利，鼓励大家倒来团圆。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强调，今年的劳工基本工资对23800调到24000块，给予网友考试是有史以来上少的调幅。尤其南部的薪水，长久以来拢是比北部较低。党团建议，希望市长给所有人一个小确幸，春节的停车优惠会用对4天提升到7天的免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各过几天，就是农历春节，为伫富联路一间锅烧意面专卖店，伫春节进前最后一个假日，透过里长甲你来志工，邀请全男女加收入户到店内享受一碗烧乎乎的锅烧意面，互因提前欢喜过年。位伫东区富联路这间丽珍锅烧意面，虽然店面无偌大，由一对介意煮食的少年人共同来创业。对去年3月开始营业，经过疫情，受到真侪人的支持，现在将要满1档，抱着感恩的心，因此煮面来请绿色朋友来吃。我们做这个店之外，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今天可以办这个活动，其实很开心。那感谢里长啊，然后感谢卡多亚、河野茶饮，大家一起愿意赞助做这个活动，那让这个活动希望可以进行得很顺利这样。今天就是休息，那就是请大家吃饭，希望大家吃得开心。透过里长洪孟富加你来志工帮忙，邀请全男女你来加收入户，做伙到店内免费享用一碗烧乎乎的锅烧意面，并且结合你来一间卡多利的甜点，加野鹤饮料店，共同来做爱心。丽珍锅烧意面来阮家1档尔但是这个少年的这李先生伊非常有爱心啦，两个夫妻
对咱这社里吼，伊讲要回馈，虽然来一档尔吼，就讲要回馈，我非常甲伊欢迎，非常感谢。所以阮尽量阮所有会当行政上的资源，阮都会当甲伊支援、甲伊支持啦。我也希望讲，他这个活动吼，他每年都可以办的，可以办，然后把这个爱心呢把这个种子播出去，抛砖引玉啊，原里来的。在企业拢会当来做。这对少年头家利用点票群的时间，亲自煮面，邀请你来给修理铺同齐响应，不但互给修理铺提前欢乐过年，另外还有甜点、饮料等伴手。店长李伟表示，希望未来会用逐冬来举办，并且发动多在店家共同来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安平一位69岁独居的阿公，10几年前因为火灾，所以多年来一直住伫无厝顶的厝。华山基金会安平田赛站前后后结合昆山科技大学普济电力义工团来替阿公大摒扫整理废弃物，而且佫找来营建公司替阿公起新的厝顶。工程启动一天，市长也到现场，承诺会帮阿公换新的拄仔甲面床。我们第一次来服务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开门进来的话，阿公家的天花板全部都是，因为他10几年前被大火烧毁，所以阿公其实就在这样露天的状况之下，他都是住在这张躺椅上睡觉。因为一场火灾，烧掉大部分的厝甲厝尾顶，69岁的阿公10多冬来就安尼住伫咧内底，甚至连一张眠床也无，每暗就安尼坐咧困。华山基金会安平天赛站长李维珍伫访视服务了后，就开始积极想办法，要互阿公有一个会当遮风避雨的厝。先后连接昆山科技大学材料工程系学会、普济电志工团为阿公的厝整理摒扫，经找来爱心工程公司深源工程，要来帮忙阿公搭建新的厝尾顶，互让阿公未来毋免阁烦恼寒流，也则是落大雨时阵。实在着半天，然后搞来结着就是跟华山基金会，所以来这案件，所以我们真的很开心很高兴，然后认识更多人。他们来找我就想说帮他们做一做这样而已，不用再问他们，我觉得募款太慢了啦，就帮他们直接处理掉，让老年人也可以好好的过年。看到社会上有遐尔侪有爱心的人，愿意帮助阿公度过困境，市长黄伟哲、社会局长陈英基、警察局第4分局长蔡正月也拢来到现场，为阿公搭上春联，并向所有愿意帮忙的热心人士表达感谢。社会上比较弱势的朋友们，常常需要一些协助，但是因为他可能不一定符合政府的规定，因为政府的规定是死的，所以说有时候。规定不符，但生活实际有需要扶助的人，我们很多社会团体，包括华山在内，他们民间团体就担负起这个责任，这非常谢谢他们。那让这个老屋得到修缮，老人能够过好年。那不管在物资上，不管在修缮上，不管在志工上，不管在金钱上、资源上，我们都愿意尽全力来协助。华山基金会安平爱心天赛站在地服务迈入第15冬，陪伴超过200位60岁长辈，行过孤苦无依的日子。基金会嘛欢迎有更多有爱心的人加入关怀长辈行列。华山基金会就是安平在地已经服务15年，然后陪伴200多位长辈。那其实很邀请就是在地的力量，大家可以一起协助我们，因为我们关怀每一位长辈，每一个月的服务经费是1250。那我们很需要大家长期的定期定额的支持我们，一起帮助这在地的长辈。新年快乐，牛年行大运。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草邦生意堂每当拢会举办岁末报喜活动，至今已经迈入第12冬。今年关怀对象是台南市17区一款计收入户，总共发出800多份白米等生活物资，希望着小朋友会当感受到社会关怀甲温暖。为了互弱势族群感受到社会关怀，草邦生意堂伫每当农历12月25，拢会办理岁末报喜活动。举办以来，得到社会各界认同相挺，纷纷加入行善的行列。今年协办的单位有国际狮子会300低湾区第14分区的向阳会、成功会、博仁会、仁爱会，
以及台南女子美容商业同业工会等单位拢来斗骹手，市长黄伟哲、市员陈怡丁、李正国、洪玉凤、沈振东、林彦柱、曾信凯、卢坤福以及社会局、区公所等代表，也拢来到现场致意。我们特别谢谢三一堂王理事长，还有各位理监事、各位好朋友，还有我们成功狮子会的好朋友，谢谢。谢谢市长，谢谢。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三一堂还有成功狮子会所举办的这个冬令岁末的一个义检，还有一些物资的发放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是处处充满温暖的。那有许多团体自发性的能够帮助社会上比较困顿、生活比较弱势的朋友。那我想就是因为有这样子这么多的团体，让人家见证台南市是真正是有爱的城市。三义堂爱心协会，连续第12年举办岁末布施活动。那这是因为我身为理事长也兼狮子会的分区主席，所以邀请了我们狮子会成功、博仁以及象牙狮子会联合举办这个岁末布施活动。那也很感谢市长陈怡贞议员、李正国议员。卢坤福的服务处人员，一同前来，协助办理。草帮三义堂执董事李世德表示，会举办岁末布施活动，原因爱为10日当前受到达摩祖师托梦来讲起。这个活动是从民国98年，因为我不幸，我在犯了一个司法，然后呢，我在看守所288天的时候。我们的达摩祖师来梦境给我，叫我回去要运用曹帮的人脉来替社会上服务。所以当年我被换出来的时候，第1年是以我个人的那个资金来协助中西区1款、2款、3款的低收入户。今年的布施活动，除了感谢所有协办单位的帮忙。其中特别爱感谢草帮三义堂爱心协会理事长黄荣章，以及释迦牟尼佛救世基金会妙天禅师的大力赞助。贡献者就是我们三义堂现任的三义堂爱心协会的理事长妙天禅师。昨天下午也特派总教授师钟明师兄来这边慰问我们，他发放我们建筑我们奉献新台币20万。这次发送的对象是台南市17区总共800多位1款低收入户。草帮三义堂希望透过这款的活动，让弱势朋友感受到社会关怀，嘛希望会当达到抛砖引的效果，让更多人做伙来关心弱势。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日好天，有时在云的天气，温度16度到23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2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